你哋係咪成日都好忙，懶得做運動，見到自己越嚟越肥，行樓梯冇力，啲肉仲鬆泡泡呢？其實我同大家都一樣㗎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嘢㗎。試過節食減肥，個人又攰，面色又差，磅數減完又反彈，啲肉都仲係鬆泡泡。究竟點解啲磅數會咁快反彈呢？其實可以好科學嘅，因為你減緊水分同肌肉，而唔係減緊脂肪。真正嘅瘦係需要養成易瘦嘅體質。後嚟我就食咗 AKK， 佢3個星期就幫我減咗2% 脂肪啦。我覺得真係好正，所以今日要推薦俾大家呢款象培清 AKK 001，佢3步就可以幫你養成易瘦嘅體質㗎啦。第一步，激活燃脂嘅開關，白色脂肪轉為中式脂肪，咁就唔會鬆泡泡啦。第二步，減內在脂肪，可以喺1個月體脂率下降2.5%。第三步，養體質，幫你自然抑制食慾，改善便秘同埋肚脹。大家仲想唔想再靚啲，體態又好啲呢？下一集我會介紹 AKG， 加埋一齊食，效果仲好啊！